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这个超商提醒人客都爱挂喙暗所发生的暴力的事件，伫台南嘛发生一件。这店员是好心来提醒，煞去互对方甲叫垃圾话3字经，甚至甲店员来呛讲，若无欢喜来外口讲。这个店员实在袂堪要去告对方恐吓。 调查了后，检察官认定无来构成着恐吓罪，所以无甲起诉。这店员无法度接受，讲政府根本无甲基层的劳工放在眼内。查甫人伫5斤百货甲店员呛声过程当中，佫干那爱伊出来拼输赢，上尾也佫叫垃圾话对外口行。原本掠准代志已经结束。 佫行转来对店员比手画刀，双方直接伫店内冤家。原来伊原本无挂喙暗，互提醒了后都无欢喜。员工还有其他顾客都感到非常的畏惧。那政府有把我们这些基层劳工放在眼里吗？ 烦恼屏东乌目洲的案件，或者是通园店员哄抬式的事件，佫发生，所以决定要甲告恐吓、妨害名誉等等的罪嫌，想袂到。因为不叫做恐吓什么的，那继台中、桃园、屏东没有王法，难道连台南都没有王法了吗？法律都是用来保护坏人的。 因为证据无够，恐吓罪嫌无法度起诉，互伊真歹接受，敢讲人命无值钱。 要叫告诉人到外面去讲，那这句话其实跟恐吓罪的构成要件其实还是会有落差。现在真的很痛心，台湾的治安怎么变得这么的糟？我觉得蛮过分的，对，应该要判刑会比较适合一点。 最近一直有提醒民众挂喙暗，所发生连续离谱的案件，互袂少民众拢感觉真痛心，认为台湾的治安即马是大红灯。 警方只好加强卖场、超商的巡逻，希望会当防止暴力事件，好好来保护大家安全。